后来乡亲啊，伫这个八任财主黄文德过往了后，台湾阁来失去一个国宝，就是布袋戏翁仔的雕刻师徐秉元。伊伫个20号来过身，享受88岁。徐秉元捌甲布袋戏的大师黄俊雄合作，来推出着分州大儒侠苏彦文。伊雕刻的布袋戏翁仔出名海内外，包括苏彦文、叶小体，拢是伊刻的。中华县文化局去年才帮徐老先生来办展览会发表新册，即摆就传出伊过身的消息，是由戏迷感叹，讲今年是布袋戏界上悲伤的一年。阮咧调新社奖的面型来做参考，所刻起来这个面型的，这个虽然问就是我大学新社奖的面型。让布袋戏留家己的故事，伊是台湾布袋戏插头翁仔的雕刻师徐秉元。伊伫20号过身，活到88岁，后辈将拢真甘，因为台湾布袋戏的经典苏彦文就是伊雕刻的。对啦，这个真正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！就无到爸爸是因为身体老啊。大汉后生讲爸爸过往真唔甘，讲这真正是布袋戏界大损失，因为爸爸徐秉元是台湾插头翁仔之父，是细心的后生。徐秉元自细汉对爸爸学雕刻，尾后和布袋戏大师黄俊雄合作，推出真侪经典的作品，包括苏彦文、木胶奴、叶小体、叶师有名角色。70多年来，雕刻插头翁仔的作品就超过1万件。不过，伫咧这个月12号，布袋戏口碑大师白因在厝的黄文德嘛才打过身，即马徐秉元嘛为人生舞台落针。那拄好同齐去，有人咧讲，是毋是要招阮爸爸过去刻互因，继续过经营布袋，过来继续做。阮爸爸去，因都过来演安尼，是毋是有人安尼咧讲啦？插头翁仔雕刻师徐秉元过身，互台湾文化界阁失去一位厉害的国宝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